嘅文化國手，喺莫拉克風茶葉時節揾太水大發熱，上隻學期時生係用臨時學校來安置學生嘅，唔當日行後嘅前跌當嘅安全嘅地點重新來起過。教育部也希望南投縣政府喺年尾以前是得完成重建，唔到大新嘅學校嘅起亞內相關單位都見如無法度來家庭，故所大家如果都見。一群關心學校重建的家長，聽到愛開會，早前趕到學校同縣政府嘅官員進行討論，因為對水災發生到今已經超過半年呢，學校嘅重建用地沙到一下陷地底內，引起教育部嘅關心，要求南投縣政府愛加價進行重建。你點起嘅？對啊，你咧意思講話，一定起嘛，一定起就講，找啲安全所在起着，袂我做到等下無起啊，我無得處理啊。因為當然做樣單位攏足用心的，錢攏要摕入來起好啊，你別講坑嚟無起嘅袂使啊。最好是能夠在那個5月份以後開始來動工哦，那年底呢看有沒有辦法來完成這個學校。所謂的可能只上安全啦，只上白，啊個後邊上白，後邊攏無辦法。雖然啲先前非常嘅時節，地方人士未推薦一地，大家認為以安全嘅素材，本所有嘅專家學者來評估，唔過佢調查唔接受。地方人士認為可能嘅無好好溝通嘅因素，故所佢調希望做得重新來非常也地土地。我哋帶研究嘅，帶30年來，可能按到水災吼，都結體地吼，較有反映水災體同結體地都冇有反映啦。啊，啲人呢講嗰個。安尼大尾做農嘅人，土地攏安細啦，你媽無法度講愛起咧學校啦。就是營建署能重新，事實上重新來，由我們在地人帶他們重新再去勘驗這一塊地，做一個更深入、更實際上的了解啦。這樣或許對學校重建會有少許的幫助啦。雖然大家處地學校重建嘅重點係愛安全，唔過當地居民講，因為神木村係一個生態型嘅總頭，故所做在深度一個適合行格以安全嘅地點，就會見當困難呢。檢察局單位冇用心來評估建議用地，驚怕龍華國小的年代之前，愛完成重建嘅夢想係當困難。下個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